许久以前，他有个梦想，为自己造了一个新娘，将她安置浩瀚的宇宙，美丽的地球。天气凉风，晨昏或日落，他俩同行在伊甸园中，直到有天，他听信谗言，天人永隔绝。哦，但他心深爱着他，怎能就此遗忘他日夜思念的新娘？他说我要下到他那里去，用血换他生命，用水将他洗净，他必永远归我为妻。
各位姊妹早晨，係一個新嘅開始，讓我哋能夠去經歷神所賜下嘅慈愛同埋豐盛，一齊嚟禱告。主，我哋感謝你，讚美你，你係嗰個信實嘅主，你係我哋生命嘅王。主，就讓我哋帶住呢份嘅盼望、期待去迎接你所帶嚟嘅一切嘅供應，同埋你所計劃嘅一切前路。多謝神，我哋讚美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耶利米書22章。耶和華如此說：你要下到猶大王的宮中，在那裏說這話。你要說：坐大衛寶座的猶大王啊，你和你的臣僕，並進入這些城門的百姓，都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如此說：你唔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者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用殘暴對待他們，也不可在這地方流無辜人的血。你們若切實遵行這話，就必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他的臣僕百姓，或坐車或騎馬，從這王宮的各門進入。你們若不聽這些話，我指着自己起誓，這王宮必變為廢墟。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的家如此說：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的山頂，然而我必使你變為曠野，成為無人居住的城鎮。我要預備施行毀滅的人，各人佩戴兵器攻擊你。他們要砍伐你佳美的香柏樹，扔在火中。許多國的百姓經過這城，就彼此談論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這樣做呢？必有人回答說：是因他們離棄了耶和華他們神的約，侍奉敬拜別神。不要為已死的人哀哭，也不要為他悲傷，卻要為離家外出的人大大哀哭，因為他不再回來見自己的出生地。因為論到離開這地方的約西亞之子猶大王沙龍，就是接續他父親約西亞作王的。耶和華這樣說：他必不再回到這裏來，卻要死在被擄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見這地。禍哉，那以不公義蓋房，以不公平造樓，白白使鄰舍做工，卻不給工錢的人。他說：我要為自己蓋寬敞的房，蓋高大的樓。他為他開窗戶，以香柏木為牆板，漆上丹紅色。難道你作王就是要蓋香柏木樓房爭勝的嗎？你的父親豈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義嗎？那時他得了福樂。他為困苦和貧窮的人伸冤，那時就得了福樂。認識我不在就此嗎？這是耶和華說的。你的眼和你的心卻專顧不義之財，流無辜人的血，行欺壓和殘暴。所以耶和華論到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如此說：人必不為他舉哀，哀哉我的哥哥，哀哉我的姊姊，也不為他舉哀，哀哉我的主，哀哉我主的榮華。他被埋葬，好像賣驢子一樣，被拖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門外。你要上黎巴嫩哀號，在巴珊揚聲，從亞巴琳哀號，因為你所親愛的都毀滅了。你興盛的時候，我對你說話，你卻說我不聽。你從年輕時就是這樣，不肯聽我的話。你的牧人要被風吞吃，你所親愛的必被擄去。那時你必因你一切的惡行抱愧蒙羞。你這住黎巴嫩在香柏樹上搭窩的，有痛苦臨到你，如疼痛臨到臨產的婦人。那時你何等可憐！耶和華說：約雅敬的兒子猶大王哥尼雅，雖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憑我的永生起誓，我必將你從其上摘下來。我要將你交在尋殺你命的人和你所懼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人手中。我也要將你和生你的母親趕到別國，不是你們出生的地方。你們必死在那裏，心中雖然很想歸回那地，卻不得歸回。哥尼雅這人是被輕看、遭毀壞的罐子，是無人喜愛的器皿嗎？他和他的後裔為何被趕到素不認識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如此說：要把這人登記為無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人。因為他後裔中再無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猶大。耶利米書23章。耶和華說：禍哉！那些殘害
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論到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未看顧他們。看哪，我必懲罰你們的惡行，這是耶和華說的。我要從我趕他們到的國召集我羊群中剩餘的，領他們歸回本處。他們必生養眾多。我必設立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沒有一個失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看哪，日子將到，我要為大衛興起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這是耶和華說的。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看哪，日子將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來的永生耶和華起誓，這是耶和華說的。人卻要指着那領以色列家的後裔離開北方之地，離開我趕他們到的國的永生耶和華起誓，他們必住在本地。論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裡面憂傷，我的骨頭全都發顫，因耶和華和他的聖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勝的人。全地滿了犯奸淫的人，因妄自賭咒，地就悲哀，曠場的草場都枯乾了。他們所行的道是惡的，他們的權力用得不對，連先知大祭司都是褻瀆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見他們的惡行，這是耶和華說的。因此，他們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們必被追趕，仆倒在其上。因為在他們受罰之年，我必使災禍臨到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在撒瑪利亞的先知中曾見狂妄的事，他們藉巴力說預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迷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見恐怖的事，他們犯奸淫，行虛謊，又堅固惡人的手，無人回轉離開他們的惡行。他們在我面前都像所多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因此，萬軍之耶和華論到先知如此說：看哪，我必使他們吃茵蔯，喝苦水，因為褻瀆的事出於耶路撒冷的先知，遍及各地。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聽這些先知向你們所說的預言，他們使你們成為虛無，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他們常對藐視我的人說：耶和華說，你們必享平安。又對一切按自己頑梗之心而行的人說：災禍必不臨到你們。有誰站在耶和華的會中察看並聽見他的話呢？有誰留心聽他的話呢？看哪，耶和華的暴風在震怒中發出，是旋轉的暴風，必轉到惡人頭上。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定的成就了，實現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全然明白。我並未差遣那些先知，他們竟自奔跑；我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竟自預言。他們若站在我的會中，必使我的百姓聽我的話，又使他們回轉離開惡道，離開他們所行的惡。我是靠近你們的神，不是遙遠的神，不是嗎？這是耶和華說的。人豈能在隱密處藏身，使我看不見他呢？這是耶和華說的。我豈不遍滿天和地嗎？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已聽見那些先知所說的，他們託我的名說假預言。我做了夢，我做了夢，所言虛假，心存詭詐的先知。他們這樣存心要到幾時呢？他們彼此述說所做的夢，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記我的名，正如他們祖先因巴力忘記我的名一樣。得夢的先知可以述說那夢，領受我話的人可以誠實講我的話。糠皮怎能與麥子比較呢？這是耶和華說的。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嗎？這是耶和華說的。看哪，那些先知各從鄰舍偷竊我的話，因此我必與他們為敵。
這是耶和華說的。那些先知用自己的舌頭說是耶和華說的，看哪，我必與他們為敵，這是耶和華說的。那些以假夢為預言，又述說這夢，以謊言和魯莽使我百姓走迷了路的，看哪，我必與他們為敵，這是耶和華說的。我並未差遣他們，也沒有吩咐他們，他們對這百姓毫無益處，這是耶和華說的。無論是這百姓，是先知，是祭司，問你說耶和華有什麼密事呢？你就對他們說：什麼密事啊？我已撇棄你們了，這是耶和華說的。凡說耶和華密事的，無論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我必懲罰那人和他的家。你們各人要對鄰舍、對弟兄如此說：耶和華回答了什麼？耶和華說了什麼呢？你們不可再提耶和華的密事，因為各人所說的話必成為自己的重擔。你們錯用了永生神萬軍之耶和華我們神的話。你們要對先知如此說：耶和華回答了你什麼？耶和華說了什麼呢？你們若說耶和華的密事，耶和華就必如此說：我曾差人到你們那裏去，必告訴你們不可說耶和華的密事，這幾個字，你們卻說耶和華的密事。所以看啊，我必忘記自己，將你們和我所賜給你們並你們祖先的城都撇棄了，又必使永遠的凌辱和長久的羞恥臨到你們，是不能忘記的。耶利米書24章。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約雅敬的兒子猶大王耶哥尼雅和猶大的領袖並工匠、鐵匠從耶路撒冷擄去，帶到巴比倫。這事以後，耶和華指給我看，看哪，有兩筐無花果放在耶和華殿前，一筐是極好的無花果，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極壞的無花果，壞得不能吃。耶和華對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無花果，好的極好，壞的極壞，壞得不能吃。於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所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的無花果，使他們得福樂。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福樂，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必不拔出。我要賜給他們認識我的心，認識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一心歸向我。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眾領袖，以及留在這地耶路撒冷剩餘的人，並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都交出來，好像那極壞、壞得不能吃的無花果。我必使他們在地上萬國中成為恐懼，成為災禍，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處成為凌辱、笑柄、譏笑、詛咒的對象。我必使刀劍、饑荒、瘟疫臨到他們，直到他們從我所賜給他們和他們祖先之地滅絕。耶利米書24章係神俾耶利米見到一個叫做兩筐無花果嘅嗰個嘅異象。咁喺第5至到第7節裏邊咧，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就如此說：就被擄去嘅猶大人，就係我所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咧，好似呢一個好嘅無花果一樣，使佢哋得福樂。我要眷顧他們，使佢哋得福樂，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必不拔出。我要賜給他們認識我的心，認識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嘅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一心歸向我。係啊，喺以色列人被擄之後咧，當日期滿咗之後咧，即係神就要將佢哋領回來。係俾佢哋賜俾佢哋福樂，要眷顧，要看顧，要建立佢哋，係因為要即係將佢去再去招聚，讓佢哋係歸向即係耶和華。第7節話咧，我要賜給佢哋認識我嘅心，
所以我哋都為呢個時代去禱告同埋宣告，當神嘅日子滿咗之後咧，佢就要賜俾佢嘅子民咧係認識神嘅心。所以我哋為呢個世代，為我哋嘅家人都求神咧去賜俾佢哋一個認識神嘅心，去認識佢就係耶和華。我哋要成為佢嘅子民。我就獻咗你禱告。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交奠我向你的愛，世上一切都屬虛幻，唯有你永遠真實。破碎的夢，榮耀冠冕，全擺在你寶座前，用我淚水來洗你的腳，為你能洗我心靈。主，我要敬拜稱謝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當我回轉歸向你，你再次將我更新。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交奠我向你的愛，世上一切都屬虛幻，唯有你永遠真實。破碎的夢，榮耀冠冕，全擺在你寶座前，用我淚水來洗你的腳，為你能洗我心靈。主，我要敬拜稱謝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當我回轉歸向你，你再次將我更新，將我更新，將我更新。啟示錄第一章，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要他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給他的僕人約翰，約翰就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來。誦讀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有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時候近了。約翰寫信給亞細亞的7個教會，願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與他寶座前的7靈，和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人中復活的守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從罪中得釋放，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他父神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看啊，他駕雲降臨，眾目都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要因他哀哭。這是真實的。阿門。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在耶穌裏和你們一同在患難、國度、忍耐裏有份的，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寄給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拉、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7個教會。我轉過身來要看看是誰的聲音在跟我說話。我一轉過來，看見了7個金燈台，在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穿垂到腳的長袍，胸間出着金帶。他的頭如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睛好像火焰，雙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得發亮的銅，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着7顆星，從他口中吐出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好像烈日放光。我看見了他，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人一樣。他用右手按着我說：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啊，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事、現在的事和以後將發生的事都寫下來。至於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7顆星和那7個金燈台的奧秘，就是7顆星是7個教會的使者，7個燈台是7個教會。喺啟示錄第1章嘅7至到8節咧，約翰就係領受咗即係神嘅嗰個嘅感動同埋啟示咧，去寫咗啟示錄。裏面寫到咧，佢話看啊，他駕雲降臨，眾目都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要因他哀哭，這是真實的。阿門。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這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係啊，即係耶穌係再來嘅時候咧，就係會駕雲從千萬聖者咧係一齊翻到嚟，眾目咧每一個人咧都會看見，即係每一個人都會看見，地上嘅萬族咧都會因佢而哀哭。而佢係阿拉法，佢係俄梅戛，即係佢係初，佢係終。所以就讓我哋都能夠去知道呢個世界係神所創造嘅，而最後咧神會喺世界終結嘅時候咧嚟到審判一切。所以就讓我哋存住敬畏嘅心去認定神係嗰個嘅完全嘅掌權者，以至於我哋存住呢一個嘅敬虔嘅心咧嚟到我哋每一天嘅日子，我一齊獻上呢一份謙卑嘅禱告。賜下豐滿的啟示，是我的知你無限的智慧與蹤跡，求你賜下大能的運行，使你國度的一毫無攔阻的前進。向你許願，因你永恆不變的心事，就你亙古的夢願，垂聽僕人向你的禱告，回應僕人向你的呼求。願我能成為你所寶愛的孩子，貼近你的胸懷，聽見你的心跳，更願我能成為你手中的一把利劍，在您國度前進的征戰中披荊斬棘。
詩篇第4篇，顯我為義的神啊！我呼求的時候，求你應允我。我在困境中，你曾使我歡暢，求你憐憫我，聽我的禱告。你們這些人啊，你們把我的尊榮變為羞辱，要到幾時呢？你們喜愛虛妄，尋找虛假，要到幾時呢？你們要知道，耶和華已將虔誠人分別出來，歸他自己。我求告耶和華，他必垂聽。應當畏懼，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裏思想，並要安靜。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有許多人說：誰能指示我們什麼好處？耶和華，求你用你臉上的光照耀我們。你使我心裏喜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我必平安地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咁嘅神，一齊嚟到禱告。係啊，主，唯有你先至使我哋能夠安然居住，就讓我哋將一切嘅憂慮卸俾你，將一切嘅心都獻上俾你，因為你係最堅固嘅保障，係我哋最穩妥嘅磐石。主，多謝讚美你，賜福俾我哋呢一天，加俾我哋力量、平安同埋盼望。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